亲继续来看这个新冠病毒，真搞怪，一直咧变种，讲出现到第二代的变种病毒咯。这个包括 BA.1、.2、.3、4.5，这拢是 Omicron 第一代的变种。即摆出现头一个第二代的变种病毒 BA.2.75。亚洲各国，包括日本、南韩、新加坡等等，拢陆续来发现这种 BA.2.75的确诊病例。讲恐惊这支病毒会代替这个 BA.5，将做流行的高峰。也毋过乡亲啊，管他伊病毒安怎来变种，咱就是甲家己的防疫做好势，挂喙暗、勤洗手、喷酒精，预防下爱去做，安尼拢免惊。轻轻啊扫 ，Omicron 变种病毒都可能随空气传出去，病毒一直进化。胸腔重症专科医师黄显提醒，新的第二代变种病毒真正来呀。伊讲到 Omicron 病毒的头一代变种，包括 BA.1一直到 BA.5，不过 BA.2佮出现 BA.2.75，若是头一个第二代变种病毒，嘛代表病毒唔是乖乖变化，是随时咧变的。以前也曾经有类似这样子的突变株。出现以后，经过没几个月，它又慢慢消失了。所以 BA.2.75以后会不会变成主要的一个病毒株，还需要看后来的变化。感染 BA.5免疫系统无法度防 BA.2.75，专家就烦恼多地的人会哪来哪济。来看一系列研究 ，BA.2.75佮新增加16个突变，冇疫苗佮较歹分辨。美国研究发现 BA.2.75的突变有2个关键点，互病毒知影通静脉疫苗，甚至佫较会黏伫咧细胞，走入去咱人体内。我们人体所产生的 T 细胞免疫，对它们还是具有相当的保护力，尤其是对严重跟死亡的病例的保护还是会相当的强。所以，我们对这种变异株不停的出现，其实不必太过担心。即马各国新一波病毒株 BA.5，专家嘛提醒，要注意过去 Omicron 病毒真遐尼快感染镜头，除了流鼻水、脑痛、咳嗽，较特别的是会鼻无、食无滋味含落屎，镜头平均会拖7天左右。不管病毒安怎变，即马民众会当做的就是要完整做好预防针，含继续挂嘴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